自2024年8月初8，每日圣安宫读经，诚做老爸的帮赞。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历代志录》上卷26章第1节到32节。过门的班厝记伫下面，克拉族亚萨的子孙中有可利的囝米斯利米亚。米斯利米亚有7个囝，大个是撒加利亚，第2亚贴，第3西巴第亚，第4亚提列，第5以兰，第6约哈兰，第7以利约乃。俄别以东有8个囝，大个是示玛雅，第2约撒拔，第3约哈，第4沙甲，第5拿坦业，第6阿米利，第7以撒迦，第8比俄利泰。上帝赐福俄别以东，伊个囝示玛雅嘛有生几若个囝，拢真有才能，管理因老爸的家。示玛雅有6个囝：俄丁尼、利法益、俄比德、以利撒巴。以利撒巴有兄弟以利户甲西玛加，拢真有才能。这个是俄别以东的后代，因甲因的囝、因的兄弟拢真有才能，熬办代志。俄别以东的子孙共62人。米斯利米亚的囝甲兄弟拢真有才能，共18人。米拉利的后代何撒有几若个囝，最头个是心利。伊虽然毋是大囝，毋过因老爸设立伊做头。第2希利家，第3底巴利亚，第4撒加利亚。安尼何撒的囝甲兄弟共13人。这个是圣殿守卫的班厝，照因的班长分派，甲因的兄弟做伙伫上主的殿服侍。因无论老也是少年，拢照因的宗族抽签固守逐个门。得着固守东门的是示利米亚，伊个囝撒加利亚是真有才能的顾问，人甲伊抽着固守北门。俄别以东守南门，伊个囝守仓库。苏平甲何撒固守西门甲伫上行的路的沙利基门，守卫甲守卫相对。东门有6个利未人，北门逐日有4个人，南门逐日有4个人，仓库有2个轮班。西边走廊有4个人伫大路，2个伫走廊。这个是科拉后代甲米拉利后代守卫的班厝。利未人的中间，阿希亚管理上帝圣殿的府库，甲圣的器具的府库。拿但的后代继顺族属拿但做族长的有亚希伊利。亚希伊利的囝西坦甲伊的兄弟约尼管理上主殿内的府库。暗兰家族、以斯哈家族、希伯伦家族、乌切家族的人嘛有职务。阁有摩西的囝吉顺的后代谢布业管理府库。阁有伊的亲族以利以谢，以利以谢的囝利哈比亚，利哈比亚的囝以赛亚，以赛亚的囝约兰，约兰的囝谢基利，
细基利的囝示罗密。示罗密甲伊的兄弟管理府库内剩的器具，就是大鼻王逐个宗族的领袖甲军队的官长所献的。因将战利品圣化归上主，用作修整上主圣殿的路用。先见撒母耳、基士的囝扫罗、尼尼的囝押尼尼、西罗亚的囝约押所献的物，所有圣化献予上帝的物，拢归示罗密甲伊的兄弟管理。以斯合家族有基拿尼亚甲伊的囝儿做官长甲审判官，管理以色列圣殿以外的代志。希伯伦家族有哈沙比亚甲伊的亲族1700人，拢真有才能，伫约旦河西边监督以色列人办理服侍上主甲王的事。希伯伦家族照因的族谱，亚利亚做族长。大比做王第40年，调查希伯伦家族，发现几若个有才能的人住伫基列的雅舍。亚利亚的亲族有2700人，因真有才能做族长。大鼻王派因伫路边、迦得、马西半支族的中间，办理上帝甲王所有的事。诚做老爸的帮赞。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历代志的作者将参与圣殿顾问和其他服侍的人所属家族的族谱详细罗列介绍。这名甲职务的详细记载，也表明作者深切期待以色列人民会当知影家己是谁，知影家己对倒位来，知影家己传承谁的血统。作者希望因明白上主拣选因的祖先，因担任的职务是甚物，进而会当勇敢承接家己的职分。这种对身份甲呼召的提醒，并毋是简单限定伫旧约中的以色列人民。对活伫新约时代咱来讲，当耶稣基督拣选咱，互咱成做上帝的子民，互咱参与伫上帝国度的建造的时，这种身份甲呼召，也是咱应当珍惜和把握的记号。特别伫宗教改革家提出信徒该祭司的神学概念了后，清楚家己的身份甲呼召，搁较是要紧。加尔文捌伫基督教要义中讲到，上帝对咱的呼召是咱生活的根基。伊指出，上帝吩咐咱一举一动，着仰望伊对咱的呼召，因为伊知影人生来倾向过度急躁、善变，搁贪心得想常时要拥有真侪无共的事物。所以，为了避免人因为愚昧和轻率，互一切变混乱，上帝安排每一个人伫家己的位置有各自着尽的本分。为了避免人越过家己所着尽的本分，上帝称这个无共的生活方式做呼召。换一句话来讲，每一个人拢有来自上帝所吩咐的生活方式，就亲像爱坚守伫少工，免得人一生毫无目标、盲目地度日。上帝对人的呼召是安尼的重要，甚至用这来判断人的一切。
上帝赐予咱无共诶身份甲呼召，互咱伫教会、职场、学校、家庭等无共诶环境中，会当借着无共诶身份来操练家己，通回应伊诶呼召。今仔日是台湾人欢庆爸爸节诶日子，即个日子提醒咱记得感谢老爸诶辛劳。当老爸伫职场努力工作，伫家庭陪伴厝内诶人，伫社会参与志愿服务，伫教会温群投入圣工，咱就知上帝对每一个老爸拢赋予无共诶呼召甲使命，互因无论伫家庭、社会甲教会中，拢会当担责任扮演要角。这个角色，上帝拢看做好，期待所有做老爸的去实践。若无即阵为上帝国度付出的老爸，上帝的疼甲公义也无法度传承落来。特别注意的是，当老爸伫家庭内甲家庭外的角色发生冲突的时，更较需要来自厝内的人更较侪的理解和支持。伫生活中，咱也应该诚做老爸的协力者，毋是甲老爸当作是咱的行动提款机。默想，伫生活中，我的老爸扮演倒一寡角色，我参与伫伊的角色中倒入我部分。我想要为着老爸祈祷啥物？伫生活中，我的老爸扮演倒一寡角色，我参与伫伊的角色中倒一寡部分。我想要为着老爸祈祷啥物？做伙来祈祷。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无少，互你的疼囝耶稣来到世间救赎阮，诚侪牺牲之疼的典范。感谢你赐我老爸，我对老爸的多种角色甲责任中，体会疼的深度甲无容易。愿你祝福所有做老爸的人，互因伫疼的内面得到力量甲盼望，奉主的名祈祷，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